目前我们有1条船在里面，我们其实都是中国船员，有20个人。前段时间大副下去了，大副说他肩膀有点肩周炎，把他放下去了，还有19个，因为基本上就停在那里不能动了嘛。有一段时间呢，因为整个COSCO集团呢，好像几十条船在里面，我们是给他租的，我们有段时间他们就计划整个COSCO船一起移出来嘛，但是后来形势发展呢也没出来。前面那里的船都集装箱船都装了一些好货，集装箱船货都有一些高价值货嘛。我们那个船才2000万、3000万那个价值，一个集装箱船20个亿的价值，还不算货更贵，就船的价值的20个亿。这个里面过船你整这2个月嘛，反反复复嘛，有一段时间窗口的他们就过去了。佢哋備受咗好多壓力啦，無論係糧食啊或者淡水咧，其實佢哋雖然而家供應尚可，但係其實如果嗰個滯留嘅時間越嚟越長咧，佢哋都會可能越嚟越緊缺嘅呢方面嘅資源，佢哋唔知道自己幾時先可以翻出嚟啦，又或者佢哋其實係真係有機會受到一啲導彈或者無人機嘅攻擊，咁佢哋會驚自己受傷，其實呢方面嘅壓力係十分之大，所以好多船員都已經出現咗一啲心理或者情緒上面嘅狀況。